配合安平开台天后宫做十来岁活动，创立伫咧1747年的安平妙秀宫，这届就特别请出台南市立文物编列第一号的红仔桥，以及结合安平陶坊宋建成老师，为做十来岁活动制作安平湖香符，而且香符的材料更是出自庙内保生大帝香炉灰所制作，要来保佑参加做十来岁活动的学员，大家拢平安。这次妙寿宫其实是配合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，在10天之后，也就是7月31号，农历的7月初3，我们有办一个安平咒16岁。那其中下午的部分，就是要来我们妙寿宫来做5行的这个香壶。那这个香壶其实是因为今天我们有看到整个活动，就是大家齐聚在庙前，一起到我们的保生大帝，祈求保生大帝的香灰融入到这个安平壶里面。那其中我们有发现到这个安平湖的这个叫做拜殿的，刚好是大家公认我们安平所有的庙里面的这个山墙最漂亮，所以就把这个融入到里面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有很多的功能，来参加的人，我们除了送它之外，它可以来这边过火之后，然后可以摆在他们的书包，当做护身符，也可以摆在我们机车上，叫做护车壶，也可以摆在汽车上。而这次的活动上特别，就是这顶有着100档历史的市定文物编列第一号的红仔桥，为桥的四周围看，会当看到有9位观众，而且这个观众拢是活动式的，工法是相当的罕见。4边里面都有9尊的官将，保生大帝他有36官将的护卫神。这顶神教比较特别的地方，除了上面是36官将之外，它下面也有它神明的故事在里面。所以说这尊神教这特别的地方，有超过100多尊的那个神像的雕刻在里面。然后你仔细看，它那个塞头的下骹它有一个吞卡的下骹的它还做了4颗的狮子。所以说这等神教从脚顶到脚骹，它非常的细致。所以说它是台南市的文物登录为第1号的。登录为第1号，那你可见当时就是说，在安平地区刚好这顶神桥非常的特别。安平做10来岁，庙方除了想尽办法，要将活动安排较丰富精彩，目的就是希望让参加活动的学员更加认识台南在地文化，也为家己一世人一届的10来岁留下深刻印象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